大家好，我係 Reno， 今日呢條片咧同大家找數啊！好多同學 DM 留言咧就話想我講咧多項式概率，因為呢一個課題嘅。咁啊，首先咧嗱，我哋講緊喺 Section A1 嗰條咧就唔使講啦，因式分解係咪？咁我哋課堂都講過，就算佢有幾個英文字母都好，我哋係有神技可以用 program 去直接破解到嘅。個問題就係 Section A2 嗰條啊，嗱，我哋講緊咧喺2016年開始咧出咗10分啦，咁之後咧都難到登天，因為而家考緊以前舊仔係 A level 嘅版本嘅。咁有3樣嘢大家要注意嘅，近呢幾年都係經常見到嘅。第一就係而家題目，佢好多時叫你揾個 remainder， 叫你揾餘數，或者叫你揾個 closure 揾雙式啦。你係用 remainder theorem 係做唔到啊。OK， 咁你要點樣做咧？要用打橫嗰條式，你要將一條直式變翻一條橫式。題目可能俾咗個 fx 咧，嗱爆開咗嘅版本係咁樣，跟住佢 fat 咗嘅版本係咁樣，咁你就要識得爆開嗰堆括弧，然後對比翻啲係數 compare 嗰啲 coefficient 得唔得？咁樣你揾翻入邊啲 ABC 出嚟嘅，呢個一個慣常嘅手段考 part A。嗱，跟住第二個都係經常考嘅嘢咧，就係叫你去揾一條3次或者4次方程嘅根。嗱，題目如果上邊係俾咗啲提示，即係同你講咗啊，譬如叫你證咗2x減1係個 factor， 咁你好簡單啦，跟住就短除咁就搞掂啦，係咪？跟住你除完隔離就係 cos 出嚟，跟住撳機搞掂啦。咁但係如果題目係唔俾其中個根你咧，你能唔能夠自己可以揾得到一啲根出嚟咧？除咗 program 之外，嗱3次你都極其量可以揾到 program， 但係如果係4次或以上嘅方程咧，譬如2016年我哋考到6次，下次佢唔俾提示，叫你去破解嗰條嘅6次方程咧。咁你知唔知道有啲咩嘅手法去揾入邊啲根咧？嗱，如果跟我哋課堂嘅同學咧，我哋教過係有3招唔同嘅方法嘅，係咪？咁如果你目標係諗住攞5以上嘅同學，嗱，你一定要去溫熟啦，嗰3個唔同嘅方法得唔得？因為考試而家 DSE 絕對有權係唔俾提示你嘅。OK， 我再講多次。咁最後嗰一 part 咧，通常多項式咧都會 cross over， 就係 numberline 數系嘅問題。譬如佢俾條方程，跟住就問你係咪全部都係實數 real root 啦，係咪全部都係有理根 rational root 啦等等。嗱，問咩唔緊要，我而家俾一個8達嘅方法，就係你解晒嗰條方程嘅所有根出嚟，你即刻睇到晒，係嘛？咁但係如果想快嘅同學，或者想慳時間嘅同學，嗱，聽住，你唔一定要解晒，針對每一種嘅題型，你都有特定嘅方法去處理嘅。譬如題目佢想考你嘅係咪全部都係 real root， 咁你譬如前面有一個 factor， 你短除完隔離係一個2次函數，咁你咪將佢用 delta 用個三角形去揾出嚟，唔一定要解晒，因為你如果想將所有根解晒出嚟咧，有陣時係幾花時間㗎。3次方程都冇所謂，一步短除，跟住隔離就2次方程撳機。但係如果4次、5次、6次方程要解晒咧，就花好多嘅步驟，你先可以解得到啊，得唔得？希望呢一條片咧可以幫到大家。OK，各位同學加油！